当如山，女儿当如水。这世上却有这样一种男子，他们是水做的骨肉，又兼具山的胸怀。舞台上，他们以似水柔情打造了地老天荒的爱情传奇；舞台下，他们以如山风骨护卫起现实辉煌里的艺术幻境。他们是爱情梦想不死的天真少年，他们是编织舞台梦幻的水样女子。越女争锋比赛一夜之间，让戏迷知道了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有个范派小生张青青。她还很青涩，却很显眼，一路杀到总决赛。很多人记住了这个浓眉英武的美少年，人们对她留下的最深印象大概就是帅。扮相好对一个越剧女小生来说非常重要。洒脱的张青青身上有着一种阳光般灿烂飒爽的帅气，观众和专家都称她是难得一见的偶像小生。QQ 群上面，比如说聊天，我一出现了，帅哥来了，帅哥来了，从来没有人说，好像青青美女来了，这样子很少。其实他舞台上真的挺男生的，大家都看到，挺帅气的，对，感觉上演起来蛮有霸气的那种人。可以说是，以他这个人吧，舞台上的魅力很帅气。青青在生活中应该还是蛮时尚的，应该说在生活中还是有那么一点帅气，在舞台上能给很多观众能饱眼福，能够是光鲜亮丽，充满那个舞台阳刚气质的小生。
男子长须谁人们常常会好奇，是怎样的人塑造了这帅气飞扬的舞台形象？他下了台会是什么样的呢？他平时吧，有一段时间感觉他还是挺男人，他会平时叫我们，他有挺多老婆了，叫我们老婆老婆的。但他有时候吧，让人特受不了，就他特别比女人还女人，就我们绍兴话讲特别谦。其实我的个性嘛，台上看起来好像挺男人的啊，人家都叫我帅哥啊什么。其实我台底下还是挺谦的，很女人的。我现在被号称为绍兴小百花第一谦。能穿着裙子的时光并不多，很爱穿裙子的张青青，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都要穿裤子。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女小生演员为职业所付出的代价呢？那平时呢，就是上班或者怎么样的要排练，这样子呢，可能是穿的休闲一点比较方便。上班时间穿个裙子，这样很怪的去排练。像我们现在都规定，舞台上面一律都要穿练功服、练功鞋，都不能穿高跟鞋啊、裙子之类的东西。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，老师是要求我们剪短发，要求我们不能穿裙子，不能穿高跟鞋，就是任何方面都要像个男孩子。如果写一本关于越剧女小生的培训手册，那么要求他们在生活中也像个男孩，大概算得上是培训程序里的其中一课。而这培训的效果究竟如何呢？
福建芳华越剧团的尹派小生陈丽宇，如今在生活中是个娇小女孩，谁也想象不到她当年可是个十足的假小子。我记得就是当时我们去食堂买菜的时候，我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也是唱小生的，我跟他2个人一块去的。然后呢，食堂的阿姨看到我前面的那个同学就讲：“耶，你这个女孩子长得真像男孩子。”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还挺不高兴，嘴巴一撅。然后接着轮到我买了，然后那个阿姨看了我一眼以后，哎呦，你这个男孩子长得像个女孩子。那个我的一些戏迷嘛，他因为总觉得我台上是男人，所以也把我想象成舞台下面也是男人，所以跟他们一起去像聚会的时候啊，总是穿个裙子给他们看，他们会觉得很怪。96年毕业，我们回团以后，我们唱男生的，就是说不约而同的集体性的留长发报复性的那种，然后穿着裙子穿着高跟鞋啊，臭美了。是不是要当一个好的女小生，就一定要跟自己的女人天性做斗争？电影《霸王别姬》里以男言女的京剧名伶程蝶衣说：“我本是男儿郎，又不是女娇娥。”那么越剧里的女娇娥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，通过舞台的光合作用，化成了台上的男儿郎呢？在舞台上面抱着一个花旦，一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真的很怪，同性的，但现在我抱多了，习惯了。真的习惯了，因为小生花旦要抱的太多了。我记得在《玉女争锋》的时候，吕布那个戏里面最后一个从后面去抱貂蝉，其实这个动作在现代生活当中是很挑逗的一个动作，对哈。然后当时的观众的反应很出乎意料，他说哇的一下，然后居然还有尖叫。很出乎意料，我觉得那种抱我从来没有这样抱过。我从后面抱过去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我是以一个男人去抱一个我喜欢的女人，跟平时那种小生花旦谈情说爱的那种抱不一样。
86年出生的张青青，在舞台上更像一个虎虎少年，凭着生命体验激情演出。而除了这灵光乍现的激情迸发，在女小生们常年的舞台演出中，又是什么引领着她们从容完成了以女演男的转换过程呢？台上演男人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有从小就学戏啊，我们从小学戏的时候，我们有很程式化的动作啊。我是属于还是比较属于那种还是有一点女性味道的那种人吧。然后我觉得到了舞台上，因为我们毕竟从小这样训练，从14岁就开始训练了，我一直就是演小生了。这个就是说，基本功已经打扎实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因为舞台上去塑造人物的话，因为你一入戏了，我就感觉我是一个男的，因为我是在塑造人物，所以应该是我觉得不矛盾的，并不是说好像你私底下一定要像个男孩子，你舞台上面才会演好男孩子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演出啊或者排练的时候，是一种习惯性的，就是自己会进入角色，就脑子里面就会想自己是个男人。然后看着花旦，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个男人，尤其是跟花旦真的在舞台上面对戏或者感情进去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真的是个男人。然后我这个男人就是要去保护这个女人的，有这种感觉。在台上演绎男性的时候，所以我是在生活中捕捉一些不同男性的一些神态，包括看电视也好，包括平时生活中或者我爸爸。他对于这件事情是什么的一种状态？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吧。越剧里的男人通常都在恋爱中，《送花楼会》就是张宇峰最常唱的爱情唱段。我们是海难相逢，此情一片难自制，马身都靠金府中。我为你头儿哭了多少，我为你手手下一做事童。老母怨盼儿不归，童儿觅子父营中。岁月光阴非容易，七夕今朝换他父生修身，何家辜负悲催不中逃。今日定能见教用，才知小姐貌风我们巧欢喜与落空。我中到3斤水中已无路，才想到还他不成命，我把莲花送。今日我要倾吐衷肠表心意，愿小姐怜惜西家无用。啊，自逢啊，你陪我身边已所用，帮你今日有灵通。小弟跟前随我意，这件好事献上你，列大
为了一见钟情的意中人放弃功名，卖身为奴。这送花楼会里的爱情追求方式，是大多数越剧里少年公子都会干的傻事。越剧女小生们在舞台上为人们织起一个个爱情美梦，梦里的少年深情专注，九死无愧。还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帅，要狠狠的帅。10年下来嘛，因为我觉得峰峰这个小生啊，在台上是比较靓丽的。首先从那个形象上说，我觉得他很靓丽。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老公，我觉得我也很幸福的，因为在跟他台上搭档的时候，觉得是一种享受。首先从视觉上，我觉得是一个享受，因为有很多女小生啦，很容易越剧的女小生很容易有脂粉期，我觉得他没有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英俊潇洒的帅哥，用现在的话就是帅哥。为台上的相公而骄傲的花旦可不只是樊婷婷一个。嵊州越剧团的吕派花旦倪锦锦艺校毕业后的第一个新编大戏，就遇上了徐派小生刘志霞，一个清纯甜美，一个风流俊逸，金凤玉露一相逢，便成就了一双舞台上的金童玉女。在倪锦锦的眼里，刘志霞的好夸也夸不完。在台上塑造的形象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大气啊、洒脱、比较潇洒的那种类型，风流倜傥型的。在月下当如情一场，元宵佳节观花灯，夫妻双双多欢唱。那今后又将我们追为梦，在相府中有两股美丹闹风浪，家园哎呀，一股情书我娘子编。
剧是一个才子佳人的剧种，一对好的金童玉女搭档，其重要性相当于舞台幻境的开端。很少有一种艺术样式像越剧一样，如此执着于把爱情童话里浪漫唯美放大到极致。女小生是越剧舞台爱情幻境里最梦幻的存在，一吟一唱间是人世间女子对爱情的永恒想象。就像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，一个女小生光鲜舞台的背后会有无数奋力支持她的粉丝。通往舞台的艺术之道路长且阻，有粉丝们的痴情一路相随，前行路上才不觉孤单。还有一些戏迷，他喜欢我，但是他不会说青青啊，我怎么喜欢你，台上实在太帅了，他就用行动表示。我那天很意外的收到一份礼物，就是我外面演出回，他说青青你去门卫看一下，我寄了一样东西给你。然后我去看，好大一幅十字绣，他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，当时拿到手我真的很感动。这就是我的小房间，房间小了一点，有点乱，然后床上有很多娃娃，这些都是人家送给我的，那些都是这个，当当当当，我拖鞋是我昨天刚刚收到的一份礼物。他说天气冷了，让我的脚穿得暖和一点，在房间里。这是他自己勾的。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我的那些戏迷，满屋子都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，所以我在这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盛情往往成为激励人从小演员开始往前行进的动力。大概每隔一段时间，张宇峰都会和他的戏迷聚会一次。这次选择的地方是崇明岛。一般我们会有一个，就是我有一个论坛，然后还有 QQ 群，然后有一个小群，就是小范围的，我们会有一些野营啊，然后有时候大家一块儿一起吃火锅啊，吃螃蟹啊，就是这些。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呢，就是大多数谈都是一些艺术方面的事情，然后他们有时候会自娱自乐，会唱啊什么的。这个团体从张宇峰出道以来就一直和他在一起，因戏结缘，赏其舞台而后爱其人。他们因为不同的理由而喜欢上了张宇峰。舞台上是就是非常帅的玉树临风的那种帅小生的形象，然后在台下，然后又是那种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的那种形象，然后我就觉得这2个方面反差比较大。外形条件好，他而且呢这个才艺特别是德才兼备。她生活中像邻家的小妹妹一样的，但在舞台上非常大气，很压得住台。应该说他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男人的形象，然后在舞台下是完美的女人的形象，所以我们喜欢他。我喜欢张宇峰，是因为首先我喜欢陆派，然后我觉得在张宇峰的身上能够看到，包括他的为人，包括他的台风，都有一些陆锦华老师的影子。他在台下完全就是一个漂亮的上海姑娘，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，又时髦又漂亮，然后很随和的一个人。和大家一起唱唱越剧，也许是这个小团体最亲切的一种交流方式。感受着戏迷们的厚爱，张宇峰将用怎样的方式来回报这款款深情呢？除了感激感谢，我觉得以后我就是要要让自己舞台上的技艺不断的进步。我想大家应该更希望看到的是我能出一些新的好戏新戏。我想我以后只能做这方面的努力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这份感情。妹妹，妹妹慢走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今天
我教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以后就了开手吧，是吧？这2句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从江南出来当，当有时终日相伴同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凭你挑，还怕那丫鬟不是不知道我情是张张浅浅来着了，你啥烦恼我担忧，你啥开眼我先笑，我的动作千万从上在讲一目书生情同道。十指旁轻轻捏捏十到底，当间的我良心比人好，谁知道妹妹曾打你心也大，是今是下杀眼睛把我叫，三朝四节不理我，四宝鸟十问我怕恼，我又从你当年是哪也好，为什么用耳鼻子将我跑？你与谁说也是这也好，为什么被人都是你常备好？你叫我不明不白不理呀我就是为你死了。也是故确实的回问这是张雨峰奉献给戏迷的陆派宝玉。他所在的红楼越剧团一直以徐派宝玉闻名，而传人较少的陆派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塑造过贾宝玉的形象。张雨峰总是这样于无声中让人惊喜，也许这正是他的性格所致。松松给我感觉一开始吧，我觉得他
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女孩子，她的内心世界很丰富，她不是特别外向的。但是她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。她平时我知道，她的爱好是逛逛书店，然后一个人拿本书坐在咖啡馆里面看看。她没有都市人的那种时尚啊、前卫啊，没有。她很安静，她的生活看上去就是很安静、很安逸。张雨峰的话，我感觉他平时的话，不会有太多的语言跟你来说，但我感觉他是一个蛮安静、蛮有才气的这么一个人。我现在学习的这个流派，跟我的性格很吻合。之所以吻合，所以当初戏校的老师，就建议我去学习这个流派，因为这个流派的演绎的角色，包括我的泰老师陆锦花老师，他的本人也是他比较内敛，然后包括他的艺术都是比较简练，比较古朴，所以我觉得，有利的地方就是这个，本身的性格跟这个流派就比较靠近，所以学习的话，我能懂得他这个流派里面的风骨，老师的这种要表达的东西。生性淡然的张雨峰，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并不太适合当演员，他更像陆派里那些故界的书生。流派宗师陆锦花早早远渡重洋，演出机会并不太多的陆派是个有点冷门的流派。作为陆派的一根独苗，能在这个时代坚持下来，只因为骨子里的那份倨傲与钟情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都要像个男孩子。如果写一本关于越剧女小生的培训手册，那么要求他们在生活中也像个男孩，大概算得上是培训程序里的其中一课。而这培训的效果究竟如何呢？福建芳华越剧团的尹派小生陈丽宇，如今在生活中是个娇小女孩，谁也想象不到她当年
可是个十足的假小子。我记得就是当时我们去食堂买菜的时候，我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也是唱小生的，我跟他2个人一块去的。然后呢，食堂的阿姨看到我前面的那个同学就讲：“耶，你这个女孩子长得真像男孩子。”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还挺不高兴，嘴巴一撅。然后接着轮到我买了，然后那个阿姨看了我一眼以后，哎呦，你这个男孩子长得像个女孩子。那个我的一些戏迷嘛，他因为总觉得我台上是男人，所以也把我想象成舞台下面也是男人，所以跟他们一起去像聚会的时候啊，总是穿个裙子给他们看，他们会觉得很怪。96年毕业，我们回团以后，我们唱男生的，就是说不约而同的集体性的留长发报复性的那种，然后穿着裙子，穿着高跟鞋啊，臭美了。是不是要当一个好的女小生，就一定要跟自己的女人天性做斗争？电影《霸王别姬》里以男演女的京剧名伶程蝶衣说：“我本是男儿郎，又不是女娇娥。”那么越剧里的女娇娥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，通过舞台的光合作用，化成了台上的男儿郎呢？在舞台上面抱着一个花旦，一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真的很怪，同性的，但现在我抱多了，习惯了。真的习惯了，因为小生花旦要抱的太多了。我记得在《运争锋》的时候，吕布那个戏里面最后一个从后面去抱。人们常常会好奇，是怎样的人塑造了这帅气飞扬的舞台形象？他下了台会是什么样的呢？他平时吧，有一段时间感觉他还是挺男生，他会平时叫我们，他有挺多老婆了，叫我们老婆老婆的。但他有时候吧，让人特受不了，就他特别比女人还女人，就我们绍兴话讲特别谦。其实我的个性嘛，台上看起来好像挺男人的啊，人家都叫我帅哥啊什么。其实我台底下还是挺谦的，很女人的。我现在被号称为绍兴小百花第一谦。能穿着裙子的时光并不多，很爱穿裙子的张青青，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都要穿裤子。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女小生演员为职业所付出的代价呢？那平时呢，就是上班或者怎么样的要排练，这样子呢，可能是穿的休闲一点比较方便。上班时间穿个裙子，这样很怪的去排练。像我们现在都规定，舞台上面一律都要穿练功服、练功鞋，都不能穿高跟鞋啊、裙子之类的东西。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，老师是要求我们剪短发，要求我们不能穿裙子，不能穿高跟鞋，就是任何方面先亮丽、充满那个舞台阳刚气质的小生。
男儿当如山，女儿当如水，这世上却有这样一种男子，他们是水做的骨肉，又兼具山的胸怀。舞台上，他们以似水柔情打造了地老天荒的爱情传奇；舞台下，他们以如山风骨护卫起现实辉煌里的艺术幻境。他们是爱情梦想不死的天真少年。她们是编织舞台梦幻的水样女子。越女争锋比赛一夜之间，让戏迷知道了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有个范派小生张青青。她还很青涩，却很显眼，一路杀到总决赛。很多人记住了这个浓眉英武的美少年，人们对他留下的最深印象大概就是帅。扮相好对一个越剧女小生来说非常重要。洒脱的张青青身上有着一种阳光般灿烂飒爽的帅气，观众和专家都称她是难得一见的偶像小生。QQ 群上面，比如说聊天，我一出现了，帅哥来了，帅哥来了，从来没有人说，好像青青美女来了，这样子很少。其实他舞台上真的挺男生的，大家都看到，挺帅气的，感觉上演起来蛮有霸气的那种人。可以说是，以他这个人吧，舞台上的魅力很帅气。青青在生活中应该还是蛮时尚的，应该说在生活中还是有那么一点帅气，在舞台上能给很多观众能饱眼福，能够是光